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1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今日早起举办视讯峰会，台海议题可能会成做焦点。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台湾时间今日早起8点45分，当地举行视讯峰会。因为这几天美中的关系不好，加上台海局势嘛有较紧张。专家是认为讲，这届会谈应该会讲到台海议题，也毋过应该会成做个人讲个人的，袂讲出啥物共识。北京的发言人嘛坦白讲，无期待这届的见面有啥物重大的成果。美中的会谈若是有上新的消息，早起新闻会随时放送。来关心今年3月份桃园客运维修站发生火灾，传说是若亲像甲电动巴士的电池芯有关系，而且这电池芯是中国货。运安会主委杨峰迪是表示，电池确实甲中国有关系，也毋过交通部是回应讲，通过示范计划业者拢无用中国电池。今年3月桃园客运维修站导火，7台电动巴士烧甲这个村骨架。伊当阵传讲电动巴士是用中国的电池，因过车辆业者发表声明，澄清讲交付桃园客运的第一批巴士用的电池毋是中国做的。因过运安会讲，深入了解了，电池确实甲中国有关系。我们因为去桃园的华德维修厂，它烧掉7部之后呢，有深入了解哈，它的电池呢，后来深入的去追寻呢。应该是跟中国有关系。刘伟等后别讲，伫交通部补助示范大汽车要点内面，锂电池国产化要求即个限定锂电池组，无规范锂电池芯。即马全国有750台是用中国做的电芯，品质可能有风险，要扭离中国的疑虑，要求运安会解决。安全有疑虑之下，我们还要让利给中国吗？这一点我不能接受的问题了。所以我请主委哈，是，这个应该是反映这个事情哈，把这个风险控管哦。交通部讲，通过自己审查的新闻公司是用日本Toshiba华德动能公司使用日本 AESC 的电池芯，并无使用中国大陆做的电池芯。产业分析师讲，台湾的业者已经有做电动车电池芯的实力，因过台湾电动车的市场无大，国产电池到即马抑阁无够经济规模。台湾的电子厂商其实在不管是能量密度或者是充放的性能续航力，其实在相关的指标上面不会逊色于国际厂商太多。不过主要就是国内的电动车产量还没有非常的充足。分析师讲，中国做的电动车电池，伫全世界电动车电池的市占率已经有60%到70%。台湾的电动车电池若要拍入市场，首先爱电动车更加普及，才有法度大量生产，压低成本。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引进移工来咱台湾的禁令，即马已经开放啊！目前有96个印尼的看护工通过审核，上紧伫明在即礼拜3，就有11个人会来到台湾。另外，对今日开始，有人陪酒的合法的娱乐场所，若是下放的规定，嘛使开放做生意啊。警方伫今日透早半暝时有执行扩大临检，咧检查酒店的小姐，也有人客敢有遵守防疫规定。今年5月中，移工全面禁止来台湾。伫人了半年了，11月10日总算阁启动印尼籍移工专案引进。陆路部长柯明春讲，上紧伫咧17即礼拜3就11位移工入境，小可小偷看护欠工的问题。开放登陆以来，到目前为止有109位登陆。那已经取得床位的是96名，只有7位没有完全接种，目前都是家庭看护工。96个人摕到一张检疫所的床位，其中89个人做过2期有风险，也就是讲，其他还未做过有风险的移工，也会当有来台湾工作的资格。柯明春证实，若是符合指挥中心的规范，移工也当来台湾了，结果做有风险。在台湾的移工通通可以打。跟我们一般国人一样。整体上这次引进里面，包括要买50万的医疗保险，是不是？对。然后印尼的零付费，基本上整个 totally 是由雇主来处理。没有。所以这个成本上面是怎么样？零付费还没有谈。
还没有谈。我们现在所以是说这个不实先暂停。消息哈，请劳动部发新闻稿专案去处理。OK。不能让有一些中介中间把一些讯息兜起来之后，让一些引进的家庭觉得说我的成本又增加。印尼官方原本是打算今年要开始实施零工费政策，移工出国的机票、护照等费用转由雇主承担。不过，这回专案引进的协商过程，印尼方面是也无打算要实施。不过，立委担心有中介会提前向头家收这条钱，提醒劳动部伫咧中期移工引进的过程，就要讲好清楚每一个项目由谁人负责。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内高端预防车也要摕到 WHO 的认证。疫情指挥中心之前已经宣布讲，已经做过高端预防车，若是有需要出国的民众，买当去做别款牌子的预防车，方便出国。不过，即马就有医生出来讲，短时间内做4档预防车有安全性的疑虑。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是要方便民众出国，要安怎做较安全，尊重医生的安排。健检指挥中心宣布，若是民众做1支还是2支高端疫苗，要读册还是根据出国的需求，就当摕证明文件，加注 AZ、BNT 还是莫德纳。对这件代志，有意思是讲，伫个国际换牌子，大部分爱伫第2支了后半年，要互民众伫短时间内做4支，确实互人烦恼。心肌炎的高风险，30岁以下的年轻男性可以选的话，我们可以选我会建议你打 BNT 比较好。因为莫德纳在日本跟北欧的数字都看起来心肌炎的几率大于 BNT。医师表示，目前亲像高端这种次单位2倍疫苗，差不多无换牌子的临床试验发表，有效性、安全性都唔知。而且做高端的民众，拿做第2支换做 mRNA 疫苗，因为身体已经捌抗原，无定到不良反应的2支拢较悬。另外，虽然也唔知影 mRNA 发生心肌炎确实的原因，不过若做抗体冲伤悬，是不是会互少年人有较悬的心肌炎风险呢？这拢是爱真细致。对这件代志，指挥中心有哪做出回应？其实这只有针对需要出国，尤其是像去美国部分才需要再打其他疫苗。那其他目前就是只要接种2剂的高端，我们就算完整接种，所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那另外就是如果要接种高端的话，那要选择到底要接种哪一剂？那我们尊重这个就是帮你接种医师的一个评估。国民党团也质疑高端效期卫福部讲改就改，有一寡配合效期比原定6个月，搁加2个月。类似像这种新药或新疫苗，它通常出来大概就是6个月，那最后就是透过这种所谓安定性的一个的试验的部分来申请展延，那这都是高端就是只要申请的公司，他们能够出具类似这样的一个检验的结果，那再由这个食药署这边透过专家审查来通过。高端发新闻稿讲，除了为了符合无共国家入境规定以外，做基本2支以外的加强剂疫苗对抗病毒这个观念已经是全球的共识。因的新冠疫苗参加 WHO 团结疫苗第3期试验，已经伫哥伦比亚、马里、菲律宾受案，超过4000个受试者。伫巴拉圭进行的免疫交接第3期试验，也已经完成全部受案，正为疫苗国际认证的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再回关心天气，今日天气稳定，日时温度会回升，西半部早暗会较凉。咱来看温度，今日干那伫东半部、大台北的山区有地渐雨，西半部拢是好天到济云，各地早暗的温差会较大。今日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是14度9，日时温度回升，高温大约是25度至31度。那明仔载拜三，华南喷气影响咱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云会变高，嘛会开始落13雨。拜四，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温度会下降，雨嘛会变较粗。那拜五，北部天气会转做稳定，也毋过东半部同款有局部短暂雨。来关心去年7月份，前总统李登辉过身，伊才甲98岁。李前总统香港市民主先生。李登辉基金会早暗伫国家音乐厅举办纪念音乐会，甲李前总统的一生分做10大主题，用音乐感谢伊一生为民主、为台湾所做的打拼。8个塔男声合唱团的歌声，带来一场优美的音乐享受。由李登辉基金会主办的2021年李登辉纪念音乐会。由导演黄良真演员回顾民主先生为台湾奉献的一生。这歌
有当时啊是心情佮感情的流写，有诶是对迄时环境的期待佮感慨。这首歌就好是一首李登辉先生的一生，嘛是亲像台湾争取自由佮民主的过程。音乐会甲李登辉的一生整理出学生时代、爱情、婚姻、民主贡献等10个主题，包括李登辉晚年上喜欢的歌曲《前方之歌》，也有张武贤作词的《夜舞秀》，总统蔡英文甲高环面等政界大佬拢受邀参加。音乐会也用一首《黄昏的故乡》，特别向过身的前驻泰国代表李应元致敬，感念李应元生前为台湾民主的奋斗，祝福迄当阵执政者日子黑名单无法度回乡。李登辉基金会表示，未来会以纪念音乐会主题募款参会，继续为深化台湾的民主自由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家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当地举行视讯峰会。美国的资深官员是表示，拜登会关心中国甲台湾、中国对台湾的威胁、甲起武康的行为，嘛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无改变。那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是讲，习近平会甲拜登针对中美的关系，也有未来交换意见。来关心中国时报。中华民国军务伦理促进会昨昏有公布一份民调，讲咱台湾人上届信任的排头名的是亲人，那第二上信任医生，第三是较信任中小学的老师，基层的公务员甲警察是排第4甲第5名，那对于社会上一般人的信任嘛，拢比总统也个政府官员信任也个较悬。来关心自由时报，咱台湾重新开放1年移工会当入境咱台湾。劳动部长柯明春是表示，第一波有争取到96个集中检疫所的房间，头一批有11个家庭的看护工会入来台湾，第明仔就会到位。劳动部嘛有证实讲，就算无完整做过2档移风车嘛无要紧，入来咱台湾会当注射。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毋过有9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另外，头一档注 AZ， 第2档会当换牌注透蓝注射，这部分疫情指挥中心拍算伫今仔日就会对外说明。若存在当来台湾过年有做过2档移风车的人，会当采用7天伫检疫所、7天伫厝内检疫，也毋过爱提出证明，若是提假的证明，上当会罚款15万。国内新冠本土再度加零，也无增加死亡个案，已经连续第11天零确诊，也毋过增加9例境外移入病例，拢属于突发性感染，其中包括5位印尼籍境外生加1名印尼籍移工。打了2剂的 BNT，2剂的 AZ， 这是第1位跟第2位哈。那从第3位到第7位，这个5位，都是接种科兴的2剂的疫苗哈。那另外最后的2位是分别接种1剂的嬌生以及2剂的 AZ 哈。国内第14期新冠疫苗已经开始注，外界关心疫苗注无安排，什么时阵会当开放？吼，第1期注 AZ 的民众会当选择 BNT 还是莫德纳作为注第2期。指挥中心表示，疫苗注无安排11月上路，应该袂跳票。混打的部分在11月还是都有可能哈。那这个应该不会跳票了。此外，春节检疫7+7+7放疗专案，也就是前7天会当自费带入防疫旅馆，还是集中检疫所，后7天会当登去厝进行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加7天一般自主健康管理。入境者爱注过2期疫苗，晚14天才会当申请。指挥中心当近期将注疫苗证明影像上传，以利后续监判。那民众提供不实注疫苗证明，会当罚15万。提供这不实的这个疫苗接种的一个证明哦，目前我们是罚最重的是15万，另外就是会针对伪造文书的方式来做侦办。另外，春节期间集中检疫所60，指挥中心表示将分6梯次释出，每梯次提供3600间房，提供民众预订。服务量达到21600人，有计为11月17拜3早起10点起开放有需求的民众会当就房预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带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511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9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496例。
中国嘅病例有98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47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96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738万例。镜头来柬埔寨，柬埔寨总理洪森14透过面册宣布讲，对15开始有足过2档经过 WHO 认证的预防下的外国旅客、游客入境柬埔寨会当唔免隔离。因为柬埔寨一年差不多有660万游客会去佚佗去观光，观光收入就占50亿美金，也毋过伫去年敢若剩10亿美金，所以即马疫情转好，因要开始拼观光。纪念品店的头家伫咧整理商品，准备要迎接观光客。因为柬埔寨宣布新的入境措施，总理洪森14号用 FB 发一条有因的信息，下令卫生部、旅游部甲相关部门，自15开始，做过2期社会认证的新冠疫苗的外国旅客入境了会当免隔离，是重新开放国门的快速方式。ចាល្អក្មួយបានមកច្រើនទៅពួកខ្ញុំបានលក់ដូរដាច់គាត់ចិញ្ចឹមកូនចៅអញ្ចឹងកាន់តែល្អមានភ្ញៀវច្រើន 除了做过2期疫苗的证明，旅客也该提出2项检验结果，分别是72点真久内加到位了的阴性证明。法新社报道，柬埔寨防疫措施对旅游业限缩正严。2019年660万的旅客，创造要加50亿美金的收入，不过去年只敢若剩10亿美金。这项决定推翻进前的重要计划，本来是按算这个月底才要开放热门景点，业者也讲传好啊。 និយាយទៅយើងត្រៀមលក្ខណៈដូចជាមកអញ្ចឹងគាត់យើងរៀបចំដូចជាអាកុលអីចឹងមានម៉ាស៊ីនសម្រាប់បោះកម្ដៅខ្ញុំនឹងរៀបចំអាប់ដេតឡើងវិញបងដើម្បីការពារទុកឆ្កាត់អញ្ចឹងបងហើយម្ហូបអាហារយើងត្រូវសម្រិតតម្រាំងថែមទៀតបង្កើនមុខម្ហូបបន្ថែមទៀតដើម្បីតាក់ទាញភ្ញៀវឲ្យគាត់មកហូបអាហារយើងហើយគាត់ចង់មកទៀតអញ្ចឹងណាបងបាទ 印度自15开始也开放外国旅客坐商务航班入境。 印度自去年3月就因为疫情停发旅游签证，这马时阵99个有签互惠协议的国家，做过2期有风险的旅客入境会当免隔离，只要自我健康管理14天。记者综合报道。 美洲国家为着要鼓励民众去注意防下，拢会上东上西，推出一寡好康。伫奥地利红灯区有一间正式场所嘛，在对流行，是推出讲去店里注意防下，就免钱送半点钟的三温暖的服务，真是吸引不少人去交关。性工作者变做护理师，民众伫咧遐写资料，这么伫咧奥地利的正式场所也当做疫苗。 提供做疫苗服务的是首都维也纳一间正式三温暖店欢乐乡，业者最近配合政府的政策，办活动，拿来店内做疫苗，免费送你30分钟三温暖的优惠，一个人指定服务的小姐。 Und dann ist mir in der Statistik aufgefallen, dass sehr viele Männer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quasi die Impfung verweigern oder gar nicht wissen, dass man sich impfen kann. Und da wir eigentlich diese Zielgruppe genau erreichen, haben wir uns dafür entschieden, dass wir hier eine Impfstraße einrichten. 活动结束出了，真正有真侪民众来做疫苗。其实业者安尼写做，唔那是广告，因为奥地利政府为着要提悬自我防下的比率，已经实施离居措施，就是民众爱做2期有防下，或者是确诊了个恢复健康的证明，才能去餐厅、酒吧、美容店加正式场所，鼓励民众去做疫苗。 mich sowieso impfen lassen, die 2G-Regel hat das sicher ein bisschen beschleunigt. Und nachdem ein Bekannter von mir dann die Aktion veranstaltet, haben wir gedacht, mache ich es gleich. Und dass das da gratis angeboten wird, es können Frauen, Kinder und natürlich auch Männer kommen. 欢乐乡目前是开放11个每礼拜日提供疫苗注射服务，而且唔但是男性，也欢迎妇女或者是有大人陪的囡仔来店内做疫苗，希望让提悬做有防下意愿。 目前，奥地利做过2期有风险的比例是65%，伫西欧国家排名是正尾流。公司新闻启发零编辑。欧盟对制造移民危机的白罗斯实施新一波的制裁。欧盟嘛强调讲，白罗斯若是佫无准则、无站制，制裁会佫较严格。
不过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是表示讲，这卡是生伫这人的身躯，因无爱离开，伊嘛无法度。佮呛声讲，无叫后面讲会当送去倒位，白罗斯愿意倒出回零机，把这移民载过去。几多百位来自伊拉克、叙利亚甲阿富汗的移民，则个规定来到白俄罗斯边境的库斯尼卡过境点。 大家出来甲铁丝网啊绑起来搬开，想要跨境到波兰。波兰讲，进行移民伫咧白俄罗斯兄弟已经无半人。Spodziewamy się, że będzie próba siłowego forsowania granicy. W tej chwili są tam skierowane wszystkie nasze siły, jakie mogliśmy tam skierować. My zawsze przewidujemy te najgorsze scenariusze. Obawiamy się, jeżeli tam są służby specjalne czy z innej jednostki z Białorusi. 这讲后面也决定对白俄罗斯进行新的制裁。 Nikt nie oponował, że bezwzględnie kolejna runda szósta będzie potrzebna, dlatego po prostu, że ta wojna hybrydowa, którą jesteśmy dotknięci, nasila się, to bez wątpienia. Но это люди, надо сказать, очень упертые, по-нашему говоря. Никто возвращаться не хочет. Но молодцы мюнхенцы. Своими самолетами и в Мюнхен направим их, если это нужно. 德国对白俄罗斯的行为正不满，强调白俄罗斯若无赶紧停来，制裁即个来更加严厉。欧盟认为卢卡申科是因为进行欧盟对因提出制裁，所以要用移民的问题来报复。这边的决议正是对白俄罗斯无人道做法的反击。当局的资产加旅游禁令的名单，这几天就会出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今日早起举办视讯峰会，针对台海议题双方严肃对峙。咱来看今日因会谈上新的画面。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台湾时间今日早起8点45分举办视讯峰会，因为这几天美中的关系无啥好，加上台海局势嘛有较紧张，专家是认为讲这届会谈应该嘛讲到台海议题，也毋过应该会正做个人讲个人的，袂讲出啥物款共识。北京的发言人进前就已经坦白讲，无期待这届的见面会讲出啥物重大的成果。啊，那美中的会谈有上新的消息，早起新闻会随时放送。继续关心世界上一寡政治的第二代，即马拢在出头，亲像是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的大汉查某囝萨拉，伊14就宣布讲伊要参选副总统。啊，那甲伊配一组的是前总统马可仕的姑囝小马可仕，伊要选的是总统。另外，伫北非的利比亚，前军事掌权者格达费的后生，即马嘛要登记去选总统。 今年到底第2022总统大选，各方的民调支持度拢一直排头前的萨拉杜特地，就是伫官方人面册宣布，伊会以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甲菲律宾联邦党的小马可仕作为合作，要来参选后一届正副元首的职位。It's a path that would allow me to heed your call to serve our country, and make me a stronger person and public servant in the years that lie ahead. 今年43岁有3囝的萨拉，伫总统参选领票结束，也就是10月7日进前，煞登记竞选连任南澳市长，互各界是拢想袂到。谁知影伫这个月7日，佮宣布退选，加入前总统赖若玉创办的小党，而且以保卫的身份参选副总统。消息公开了后，马尼拉的人权委员会办公室外口，组织50多个示威者，反对马可仕甲杜特地这两个人组合要出来参选。 Never again! Never again! Never again to martial law! 前军事威权叫达费政权，2011年去互阿拉伯之春起义推翻，利比亚就陷入10年的内战。西方国家甲联合国支持的利比亚政府，甲另外一个军阀的势力，也就是哈夫塔领导的国民军，两边进行对抗。这个国民军占领东部地区，而且有伊朗、埃及甲俄罗斯伫后壁甲伊支持。各方的势力敲定12月20日要举行总统大选。 叫达费的后生赛义夫，14日出现伫选举委员会登记参选。叫达费过身了后，赛义夫去当地军阀抓起来，判用关6年外，原本要判死刑，不过后来军阀互推翻，互伊逃过这劫。已经真侪年无公开伫媒体头前出现的赛义夫，今年7月份真罕见接受《纽约时报》的专访，讲伊会伫政坛东山再起，重建利比亚的统一。不过人权团体是无安尼想，赛义夫的参选是互利比亚当才起国的民主增加更较侪无确定性。
这场大选嘛，无啥可能会是自由公正的。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起当地举办视讯峰会。咱的国安局高层毛正式讲，接落来台湾甲美国双边的官员卖伫华府进行会谈，来关心俄罗斯最近传出伫乌克兰的边境结大批军队。北约即马提出警告，讲唔通造成这个所在局势紧张。来关心美国国务院批评俄罗斯试射飞弹，造成人造卫星爆炸，产生侪碎片，即马当地危害外太空的安全。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立法委员昨昏去核试厂视察，针对核试下骹有断层，台电表示讲，核试厂忍受地动的设计不足，若断层的影响，佫需要真侪时间来斟酌调查。阮玲辉嘛表示，核试厂敢袂使停放，这就要看台电甲经济部敢有法度来解决问题。有哪样立委看煞了后是批评讲，即抓去视察，袂输是咧听反对核试的说明会。这片草皮到这两边拢有起黄色警戒线，中央这个范围会跨度大约12至30公尺不等。分布丘区大概2公里，这就是直接通过头前两座器具厂房下面的 S 断层，下到立法院教育甲文化委员会立委来到核实视察。台电指出，若要掌握 S 断层敢是活动，也爱进行开挖，至少爱用4年时间。只有市政。那还要再开挖、扩大开挖，所以它不是很快可以 identify 出来。这种地质的东西没有办法快速。S 断层有太严重，不过核数外海的断层已经确认有活动性，估计93.9公里长。台电认为，这和核数原来的耐震设计燃料数据不足，问题真歹解。我们现在没有评估出来，我们不知道它补强要怎么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原联会阁表示，核数去年底建厂接接到期了后，已经不是核能电厂，若是讲到通过中期，也是会当重新申请接接，爱减负初期安全分析报告、宽屏资料甲财务保证说明。不过，敢会当成功，爱看经济部甲台电敢是会当克服问题，符合管制要求。对核四公投，原农会并没有预设立场，也会尊重公投的结果。不过安排这摆视察行程的教务委员会调会，国民党立委李德惠却无安尼认为。好像是来听一场反核四的说明会。假如报告的内容是这样子的话，那台电恐怕有非常大的疏失。不过台电表示，断层是新发现，初期调查工作去年才结束，接落来也需要更较完整的地质调查，后续才会当研判，敢是需要补强厂房结构、机控设备等耐震力，这拢爱通过真侪认证，中期时间真歹计算。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物价起、厝价起，万项拢在起。中银行的总裁杨金龙就表示，咱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是暂时的。国内物价起价的压力到明年第一季拢较重，也毋过起到紧绷了后，就会开始落，而且就会渐渐稳定。台积电顶日正式宣布，将伫高雄南仔溪的中油炼油厂设立新厂，也带动4块位房地继续起。虽然财经部会陆续推出真侪项措施打炒房政策，不过也是压袂住房价再起。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这波房价起有基本面因素，也有差足部分。只有这些特定地区，话题性的这些土地，自然而然产生各种的想象空间。吸引到买家，甚至于炒作的这些人。请问你认为房价回得去吗？物极必反呐、我觉得是说没有一样的东西呢，它会就是说持续的一直上涨上去了，它总要有一些的 correction 呐、因为只是说这些的一个修正呢，是在什么时点呢？这个就是投资人呢。总裁，除了房价继续起，国内物价也强要起。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连续3个月超过2%，各界烦恼，薪水起的幅度根本抓袂到物价起的速度，甲通膨压力。对此，杨金龙讲，温和物价起是健康的，今年 CPI 有个别超过2%。我们零售、餐饮特别是在这一段疫情期间它受到的伤害很大。因为我们的疫情慢慢好了以后，我觉得啦，他们也借这个机会呢，
把他们以前所亏损的呢，他们也要借这个机会呢，把它弥补。但是呢，也有可能是有部分呢，也有丰台的现象。杨金龙表示，若讲扣掉波动较大的菜色水果能源了后的核心 CPI， 今年前10月平均只有1.26%，而且国内通膨压力是暂时性，也无停止性通膨疑虑。估计国内物价起的压力到明年第一季进前犹原偏悬，不过第二季了后会慢慢落盘。记者综合报道。2025年世界冬季大游行会伫高雄举行，严格主办单位的英文声明选用台湾地区来称呼咱的国家。高雄市政府是表示，因已经要求主办单位爱改，那外交部嘛讲，这背后有中国咧施压。世界冬季大游行是全球上届盛大的冬季活动，这年来参与的人数有到8万以上。2019年伫雪梨创下超过500万人来参与的纪录。2021年会伫丹麦甲瑞典来举行。13主办单位宣布，2025年会选来高雄来举办，这是世界冬季大游行历史上头一届伫东亚地区来举办。替台湾争取到主办权的高雄冬季游行联盟，真欢喜伫人面册宣布这个好消息。因讲这是伫2019年，台湾成做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了后，佫一届创造的新历史。不过网友发现讲，主办单位 Enterprise 的官方英文声明当中，用台湾地区来称呼，那像是比人较细汉，引起正人的讨论。对于台湾来说，还是对亚洲区的同志权益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我们一直以来，从过去到现在，从加入到申办，我们使用的名字都是高雄台湾，然后我们也没有加任何的字在后面。但是会不会 Enterprise 他们有其他的考量？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国际的单位。高雄市政府强调讲，已经有发函予 Enterprise， 请因赶紧把这个无适当的称呼改过来，强调台湾是无属于任何的国家。也那外交部讲，根据了解，这个事件是因为中国施压造成的。教部我们会继续与高雄同志联盟来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提供必要的协助，不要因为中国它适当不当的政治压力而受到损害。高雄冬季游行联盟嘛表示，第一时间已经甲主办单位沟通，不过因为这2天拄着假日 ，Enterprise 会伫16，佮甲咱这边来讨论，拟清地区这2字代表的意思。希望会当伊提出申请的时阵，用高雄台湾这个名称来做代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中华有一个民众2当半进前有请1年看护来照顾伊的老母。伫这个月初，伊透过监视器是看到一个看护工拍伊老母拍几若届，已经报警察处理，嘛要求中人爱负责任。画面内底穿红衫的这个阿嬷当伫食饭，边仔的外籍看护表情真严肃，先甲汤匙啊抢去，了后为这个阿嬷的头壳伫拔去。这个看护甚至伫房间内底，甲阿嬷起骹动手。这个阿嬷的后生为远端监控看到这个情形，是赶紧报警察。仲介的态度非常的消极，没有帮我们处理到一点忙，到警察局的还这种无缘无故的态度。周先生表示，因为做工课的关系，为2019年开始，请这个外籍看护来顾因老母。不过顶个月因老母讲，这个看护会甲拍，所以伊才装远端监视系统，发现这个看护甲因老母起骹动手。买手虽然中人有陪看护来回失礼，不过伊甲阿嬷拍的理由是互家属真恶接受。你为什么要这样对阿嬷？阿嬷不会睡觉。阿嬷不睡觉可以打吗？你们也知道，现在疫情的关系，工人真的没有那么好找，但是我们会以这个先来弥补这一个的。警方受理报案了后，看护目前由业者来安置。因为中华管府表示，阿嬷无互这个看护照顾的期间，周先生唔免继续付薪水予伊。因为伫这段期间，嘛会转介予相关的长照机构来照顾因老母。因为空他也没有提供劳务了，所以雇主他也不用有薪资上的给付，就是互补付义务啦。中华管府表示，双方劳务关系结束了后，会甲中人转予劳动部来调查，看敢是有违反就业服务法，若有就会处分。若看护的部分，嘛会指伊骗雇的许可，互伊袂当继续伫台湾食头路，嘛会以违反就业服务法甲老人福利法来裁罚，嘛会甲伊名公告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的树林，伫昨昏发生一桩死亡车祸。有一个阿嬷骑奥多摆在会外的孙仔骑路口的时，甲一台拖拉机发生车祸，马孙仔当场死亡。要提醒这奥多摆看到沙石车就要离较远的。根据统计，这几档咱国内沙石车发生车祸、造成车祸，当年拢有上百件。
机车经过路口，同方向也有一台沙石车，两台车发生相 A， 看到机车和沙石车一直往头前杀，骑车迄个乘客拢互家己连下骹当场无生命现象。我听到刹车车有压到中间，所以我超过它之后，我才可以往右看，结果就看到有机车压在下面。我只知道脚上东西有就是闪雷这样子，我根本不敢靠近它，因为我听到外面有人在叫啊。当告诉发现场涂骹楼有明显的大洞仔痕。台北市林这件死亡车祸发生伫15早起10点外，警方初步了解，一名阿嬷载着一岁查某孙骑车经过延平北路甲中正路口，疑似要超过同方向的沙石车，对方驾驶疑似无注意车前撞fall，致使发生追撞。造成2个人死亡，这个路段稳准沙石车通行，无需要申请无关系。也不过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车监会调查厘清。我们会建议一般的驾驶跟砂石车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不要跟它并行。那对于砂石车本身呢，那要保持比较长的这一个跟前车的一个距离。台东前一天才发生女大学生骑车和沙石车肇事，连续2天有沙石车肇事车祸。警政署统计，前几年沙石车甲通风车造成伤亡件数105年108件，106年93件，107年95件，108甲109年拢是93件。今年到8月是出现190件。道安会表示，沙石车较会有时线时甲西湾有来电差，甲需要较长的时间塞车，所以呼吁用路人避免甲沙石车顶车辆并排超车，民众过车路也爱保持距离，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分林树湖的三条轮保安林，因为地层陷落，土坝伤咸，风拿强要消失去，颠倒外来种是愈摊愈多。为了要救生态，林管处即马是招国校也有在地居民举办请外来种的活动，要用实际行动来保护故乡。云林树的三条轮，因为地层落难，土坝大咸，土地变烂地，若种来风的保安也无法度成长，佮受到外来种的侵占，危害到地方的生态。为此，林务局召集在地国小甲居民，办理选外来种原生的活动，要带大家来整理环境、林物生态。我们三条轮保安林，因为长期这边有一些水域就是积水的情况，然后林木都有枯死老化的状况。很开心的是，当地的居民跟可以邀集我们的学生来一起来恢复我们这个保安林的防风功能。好，这次是我们学校受林务局的邀请来参加这个植树活动那林务局有挑了一些比较适合海边种的植物，也让学生这个机会认识什么的植物适合在他的家乡生长。目前伫保安拿来外来种，以来自南美的巴西乳香摊上济。为了保护地方的生态，社区志工甲学生主动清理。若要甲外来种种扣掉，也要请教学者意见，争取4种台湾原生种的红树丛，定个种路图。在过去1年多，我们在现地做了一些植被调查，我们发现那入侵种至少有3种，那比较多的是我们后面这个巴西乳香。那配合水域的增加我们也种了一些台湾目前4种的红树做展示的一个植栽。我们今天来这里来做一个宣导。巴西乳香是外来种的植物，它的地盘就是在原生种的地盘，所以它会侵入它们。学生家这树仔拢种落土，顶面佫夹一块家己的名牌。主办单位鼓励大家有闲就倒来看这树丛，透过在地学生共同参与，用实际行动来保护故乡的保安林，望护这片风林更加有意义。记者综合报道。那南投草屯为社区是举办活动，带民众去社区来行踏，设计手工艺课程，带大家认识社区，嘛，互大家更加了解在地人文甲历史。透过50多当前的老相片，小解建设吊桥的过程。这是连接南投草屯白拿里和相当里的双十吊桥。这届社区举办活动，带民众看过去起吊桥的记录，也是坐到吊桥行一抓。吊桥很漂亮，空气也很好。还有这个手工，外面不会尝试到这种的手工絹印。那我们一般社区产业我们平常都是以静态的课程嘛，还有以摆摊市集的方式来进行。今年就特别设计这个社区的小旅行。
草屯的社区产业行销计划已经进行到第3年，英国主要拢是课程上课，今年特别举办在地社区参访，也有手工艺课程的活动。和参与的民众有特别的体验，也更加了解社区的历史，让我们的社区的志工也了解一下我们各社区里面的，不只是一个静态的，还有我们的产业，还有我们及其我们社区的周遭的环境，很好玩，然后很丰富的活动。这届的活动也特别邀请志工来做导览，希望志工透过活动也更加了解在地环境，透过实际行到社区特别的所在。更有丰富的活动内容，让参与的民众亲身感受在地特色，也对这片土地有更较深的了解。记者综合报道。生活宝贝啊，来看这几档电子商务是愈来愈兴，所以会运业生意嘛愈来愈旺。在新德市最近就启动全台湾头一台自动驾驶的物流货车，即马正在测试，希望未来会当到上货。自动驾驶车在车顶完全无人驾驶的状况之下，豆豆驶入来，驶倒退拍开后斗，予人员搬货。全台第一架自动驾驶物流车，目前已经开始在人车混合的道路做测试。为了安全，车顶的配件当然是真重要。然后红绿灯还有分白天跟晚上也要看得到嘛，所以我们这边有3个相机。一方面可以侦测旁边的物体，一方面帮我们来确保我们红绿灯要看得见、看得很准这样。车顶除了装设监测器检验车身以外的环境，还有到摄影机侦测车辆的控制，希望确保载上货物的安全。这可以解决2个问题，一方面是他们驾驶人员的不足，还有另外一方面是这个整个的仓储的地点的大小，我们可以把它做分散式的这个开发。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应用情境，绝对是我们将来自驾车应该发展的一个方向。未来的发展包括自动化。取货当然也自动化，然后整个都自动化。我们将来我们的所有的人们都生活在自动化的环境之中。目前规划测试的路线长度是1.9公里，车辆时速40公里。未来这项技术会针对送货用的5动货车改造，提供创新的服务。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今头来嘉义的家业龙山国小，贵学校50个学生囡仔最近是拢无用的泥布，原本应该那是配合社区的艺术改造，为安尼囡仔生出兴趣，即马愈泥愈乐痛。囡仔按照家己画的线，豆豆啊凹手头的布，教室内底大家拢真欢喜，因为泥布的时阵，因拢会当展现家己的创意。好玩啊！为什么？因为自己可以染各种颜色，依照自己的想法来做这幅画。你不需要说真的很会画画啊，或者是真的很会做美劳啊，它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轻易的有成就感的一个作品。用各种色料去涂白好的布，虽然看起来各种色拢难做伙，但是展开来甲看，搭底布的色水毋哪拢无同，阁互人感觉真有特色。进前我本要年来互社区使用，即马遮的囡仔暗算要年搁较侪作品，准备摕来装他好玩。我想对孩子来说，是可以增进他们这个学习的一个成就感，还有创造他们学习的自信。另外，也把美带到我们整个这个竹崎乡里面，我想这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上课的囡仔讲，社区用得到干那3种色水，即马要年来互学校，所以因会当自由发挥。泥布老师表示，像泥布虽然较无互人看作是才艺课程，但是为简单的配饰染色当中，囡仔嘛是会当培养自由的美感甲色彩的创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关过真侪政治犯的新店加压宽门犯罪犯的空间生3款，店家沈昭良即马伫台湾艺术大学用摄影结合装置艺术制作品等咧展览，要互参观的民众一行入去，就当感受当时的气氛。当时在安康接待室里面，其实它是有2栋的建筑呢，盖在一个山坡上。那上面这里是一个侦讯的地方，然后下头是一个关押的这个牢房，所以在这2栋建筑的中间，其实它挖了一个地道。透过展览现场的车架加空间配置，参点影作品做结合，新店军人加角加安康接待室2大不以为耻的影像呈现伫展览的现场。特别也让这个墙面本身或墙面里面的这个痕迹，然后
能够呈现在目前这个空间的墙面上。那除此之外呢，我刚刚讲了，我们也利用现有的这个空间的一些铁件呢，或者是这种粗的铁网，那有可能透过这样的一个铁网的这个现成的这样的一个物件呢，能够形成对于作品的这种不同的这种观赏的这种经验。摄影家沈昭良透过这款设计，让观众会使以无同的方式来看摄影作品。嘛，因为这是开放式的展览区，民众会使真容易就看到这的作品，人办人宽议题，然后让一些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或相关的机缘，能够接触到相关议题的更多的人。共同的历史里面，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平台能够有一些更开放而且更具公众性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跟对话的可能。这件作品当咧台湾艺术大学大台北当代艺术双年展展出，展览期间到12月底。沈昭良讲，过去这款人权议题，拢伫相关的博物馆展出，今麦透过这种开放的展览，望会使促进讨论，找到另外一种进步的方式。记者郭文长随新闻报道。世界上正出名做七头米仔制作商乐高，因的贴角啊，大人囡仔拢真爱耍。即马有亲子空间的业者专工用台语来做乐高影片，用新式的方式要教囡仔讲台语。丽书高炸，阿妹，较等下来甲我斗白一个。世界出名的乐高，捌出品介济受欢迎的动画影片，即阵嘛有人用这来出台语版本啊。像这集是真酥片。阿宝阿妈妈，然后这个是那个资深护理师。丽书高炸。设定剧本角色，甲人物的行为，要讲的台词重复录制。团队本来就经营亲子空间，发现囡仔爱耍的乐高，嘛通做台语教材。为剧本，个配音，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拢是来用乐高的方式来做看卖。为这个台湾会当互因的生活中间，较侪来讲台语安尼。其实说真的，用这个细节、有趣的画面，不管你要做什么语言，其实都是有机会的。团队内底有人学台文，所以字幕嘛有台文版本。嘛，因为一开始设定的题目是要互囡仔认捌各种的职业，所以就合作8工日志，有计升级6集，每一集10分钟以内。另外，进前因为疫情暂停的台文等等相关课程，嘛陆续恢复，希望推展台文这块，无论用影片还是课程，拢通继续经营。记者陈阿文、林旭凯台北报道。继续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今日早起两人举办视讯峰会。习近平伫一开始时就称呼拜登叫伊老朋友。咱来看这个会谈上新的画面。这条会谈按算会进行2-3点钟，目前也在会谈。拜登是表示讲，美中的双方拢有责任来防止冲突，双方会当有话会当坦白讲，会当直接讨论。若习近平嘛讲，因是中国是愿意甲美国合作来创造双赢。不过，白宫的发言人进前就捌坦白讲过，在这场会谈进前，伊讲无期待这届见面有啥物会讲出啥物重要的成果。在南非开普敦有一间所谓行销公司举办全世界头一个西牛角 NFT 大白拍卖，当地一个生意人用6800外块美金甲标落来，即马拍卖钱会捐出去。NFT 袂当替代台币这现地市场快速发展，为做音乐，同遐大拢会当以所谓复制品的方式卖出。南非开普敦一间所谓行销公司某年在印度举行全球头一个西牛角 NFT 的拍卖活动，当地一名生意人查尔贾博斯以105000南非兰特，相当6864块美金来地得标。会后，贾博斯表示，将以囡仔的名义用信托的方式保存。Worst case scenario, if rhinos go into complete disarray, then I would still own a rhino horn because the NFT is a token of the physical rhino horn. So, I'm relatively privileged and honoured, and I actually made my mind up before the auction started that that's the one that I wanted. 拍卖所地将关乎林婆婆省一座私人的乌岩西牛保护农园，遐带200只西牛会当伫免伫互偷盗者入侵的环境破碎后代，西牛角交易目前伫南非依然是合法的活动。
今年1到6月头6只开始至少249只鳃鱼，比去年前半期增加83只。NFT 是将所有资料用区块链加密所做出来，内容无法度变更，过会当进行买卖。这项所有科技也会当互受益的人伫未来买卖中受影响。举例来讲，未来若讲贾博士卖鳃鱼甲 NFT， 乌干鳃鱼保护农场同款会当为销售中处理部分金额。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关心环境，德国东部一片烂地，秋天到季就大鸟会过来。不过有专家是发现讲，最近这几冬受全球暖化影响，一款爱继续往南飞的好，煞拢留伫当地，甚至阁留落来过冬。更较使人烦恼的是，暖化害这片烂地湿地变甲大皮皮，影响大鸟的生团。伫尾暗的时阵，规定铺好飞起伫天顶，互人看了心花就开。伫德国东部的林文小镇，是正热门看鸟的景点。每年3月到5月之间，自北边飞来铺好，会伫咧这的湿地遭受生冷，结果伫咧8月向南边飞到西班牙或者是葡萄牙。不过这几年有停较久。bevor sie dann wieder weiterziehen. Und eben auch großer Teil ist, dass ein Großteil der Vogelarten auch hier den Winter verbringt. Also es gibt immer mehr Kraniche, immer mehr Milane auch, immer mehr Stare, die eben auch tatsächlich hier dann ihre Winter verbringen und gar nicht mehr abziehen, wie sie das früher eben gemacht haben. 专家认为是气候暖化较烧热，这寡大鸟就无继续向南边飞。不过当地雨水变少，湿地水拢打去，对鸟的生存真不利。 Bei den Kranichen ist es zum Beispiel so, dass die ihre Nester gerne in feuchten Gebieten von Wasser umgeben bauen und wenn es dann eben nicht genug Feuchtflächen gibt, vernässte Bereiche gibt, dann fangen die eben gar nicht erst an zu brüten oder Nester zu bauen und dann wirkt sich das natürlich sehr negativ auf die Jungenaufzucht, auf die Reproduktion von den Vögeln aus. 另外，专家也担心，万一天气若突然间变化，寒流一来，这寡留来过冬的大鸟，恐惊会挡袂牢寒势。林文小镇虽然规年冬天拢会当看鸟啊，不过美丽风景背后也是有气候变迁的精神。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天气报道在今仔日日是天气拢会较稳定，而且日是开始温度会回升，西半部早会较凉。若明仔载拜三，中部以北、东北部云会变较高，而且会开始落18雨。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7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17度至26度。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